橫琴俾澳門人嘅生活同埋發展空間都越嚟越大。我係蘇柏靜，一個新手媽媽。2025年春節，我哋成家搬咗嚟橫琴。當初揀橫琴係因為呢度通勤方便，同埋睇好呢度嘅發展。嚟到冇幾耐，我就考咗一個商事調解員，成為咗琴澳爭議解決嘅一份子。有時候 BB 身體唔舒服，屋企樓下就有衛生站可以睇醫生。如果緊急情況下都可以揸車去橫琴醫院，都只不過10分鐘左右，就醫都係好方便嘅。咁而家我哋就成日去公園放電啦，都覺得係好舒服。有一日我搞掂個 BB， 由屋企去到辦公台都只係用咗20分鐘。嗰一刻我覺得搬過嚟真係值啦。每一個週末我哋都可以帶 BB 去親近大自然，我哋成個人都會可以放鬆晒。橫琴俾澳門人嘅生活同埋發展空間都越嚟越大。做咗媽媽更加注重運動同埋健康。其實唔使覺得有陌生感㗎，因為咧先了解咗呢度嘅政策，再結合埋自己嘅專長，咁始終機會都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祝合作區同澳門婦聯廣東辦事處5週年快樂！願澳琴繼續同心，生活無邊界，發展無距離。